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響樂團嘅主音子晴。咁網上面咧有一番言論咧，就係話可以用自己把聲嚟震爆一隻杯喎。究竟有冇可能呢？你哋可能會覺得邊有可能啊？但可以話俾你聽，你絕對可以用自己把聲嚟震爆一隻玻璃杯。每一隻杯都會有佢唔同嘅 frequency 嘅，但係只要你揾得啱佢嘅 frequency 咧，就可以同佢產生共鳴，而令到呢一隻玻璃杯爆裂啦。要產生共鳴咧，首先你要聽下隻杯嘅 frequency 係啲乜嘢，輕輕咁打一彈，你就會聽到個 frequency 係啲乜嘢啦。要爆呢隻玻璃杯咧，都係好危險嘅，因為啲玻璃碎咧會可能咧界到啲手啊，界到啲皮膚，所以咧我都會換翻份。